的敏感，而且这个是转播出去的哈。嘿，你若是手机有声啦，还是你咧讲话啦，拢会放录进去。所以拜托你即马先关机，关好了吗？好了。谢谢你们哈，谢谢你们。啊，第二个哈，请你们不要讲话，就像我刚才讲的说，我们的收音麦哈非常的敏感，而且我们这个有转播出去的哈，啊，请你甲阮斗合作。第三呢，我们非常欢迎你们来。那前半段呢是在这边看他们的歌剧表演哈。那歌剧表演完了，我们后面有一些小小的准备，你们也可以到后面去联谊一下，好，欢迎你们到后面去联谊一下。那这一出戏是第3部，剩是第3集啊。第1集叫做《等待圣诞节》，阿嬷吼咧等囡囡仔转来过圣诞节。第2集叫做《出乎意料的圣诞节》，吼，就是讲阿嬷等落囡仔，但是发生足侪美好的事情。第3集就是我们今天要演的，阿嬷看见囡仔拢大汉啊，足欢喜的。甲阮伫遮，其实这出戏就是咧讲，这30几年来，阮伫遮长教会的经验，甲阮所经过的代志，吼啊，现在马上要开始哈，欢迎你们慢慢的收看哈。那为着要互恁回忆者，我们现在有首部曲哈，还有2部曲哈，啊，你们可以先来看一下，记得哦，要安静，要不然你们声音会被录进去哈。好，谢谢各位。
注意，因为天气无好的关系，而且延后半小时，请大家伫座上休困。有上新的消息，阮会通知。感谢大家配合。还能来得及回家吗？回家过圣诞节，我们已经期待很久，要跟家人见面。讲啥？我有当听。你讲嘉宾会互人轻松？无毋对，若是无嘉宾哦，我阁真正毋知我无聊的大学生活要安怎过啦，就互我来慢慢甲你讲。Try and I know you agree。你感觉我会当你嘉宾吗？你就啉看嘛，你就知啊嘛。Coffee, coffee, coffee, coffee makes everything better, better, better. Coffee, coffee, coffee makes everything better. Try and I know you agree。音乐嘞，我哪有听无圣诞音乐？为什么？为什么？我还有那杯下去，我已经迫不及待。为什么？为什么？我距太大，无法启程，家人们一定很失望。我决定今晚你的安眠。为什么？等下，我听到啊！老弟弟，你听到啥？我听到圣诞节美妙的歌声。你敢有听到？有呢。我有看到，对啊，就是这个声音。我有看到，我有看到。我的耳孔总算是听清楚啊！哇，真正是奇迹呢！你总是跟我差不多一块话啊。你看这是什么？啊，你也好啊。你看，不必要的圣诞节礼物，超过我们一年所求所想。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直到万代，神成就大事照着我们心里所想。奇妙的圣诞节带来无比惊喜。带着盼望和亮光指引道路，上帝的慈爱和恩典改变生命。圣诞节不再只是普通节日，圣诞节充满着盼望，改变生命的奇迹。这就是上帝赐给世人，这就是最宝贵的圣诞节礼物。即马全世界拢在庆祝圣诞节，只要你用心听，就会使听到美妙歌声。今年几年，我常常感觉孤单无伴，忧伤，互我听袂到圣诞节快乐的歌声。毋过上帝，有遮尔多人陪伴我，搁互我听到圣诞节的歌声。即马我心内
充满疼、平安甲喜乐。大家做伙来阮兜，甲我过平安夜吧。来
月即个庆祝圣诞节的时阵，特别呢，到即个时阵，我就会想起足侪足幸福、足快乐的代志。啊，讲到这吼，咱来看一本秘密的小本本。你看，这第一张就是我的大孙啊，伊吼人生了悬甲顶头，佮善良，即马佮伫上好的公司咧上班，做代志有条理，佮毋免事大操烦。这第二张咧，就是我遐顾我的孙仔转来，一张足大张的伫我的庭院咧佚佗，我一惊我伊拢冲过来叫我一声阿嬷啦，你看的心情真正是感觉足好。不过这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伊拢无回去，唔知影第二个会干嘛。我也希望我可以过一个快乐的圣诞。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 let your heart be light. Next year all our troubles will be out of sight. 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 make the Yuletide gay. Next year all our troubles will be miles away. Once again, as in olden days, happy golden days of yore. Faithful friends who are dear to us will be near to us once more. Someday soon we'll all be together if the fates allow. Until then, we'll have to muddle through somehow.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 now. Once again, as in olden days, happy golden days of yore. Faithful friends who are dear to us will be near to us once more. Someday soon we'll all be together if the fates allow. Until then, we'll have to muddle through somehow. So have 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 now.今年我已經開放啦，唔知影你會當來甲我做伙，我是袂當。嘿，大家好，我是阿嬷的
大孙阿成，你敢会搁记得我？哦，谢谢恁啊！哎，看恁遮热情，我甲你讲一个秘密。今年圣诞节，咱遮的孙要准备甲咱的阿嬷过圣诞节，但是伊唔知哦，拜托恁莫甲讲啦。哦，好，安尼我来敲电话，互我遐的小弟甲小妹。圣诞节哦，有一个特别电话哦，你紧回来啦！啊，停！哎，听我讲，紧回来就对啦！啊，安尼知无？好啦，拜拜。哦，自从疫情了后，我嘛是真久无看到我遐的小弟甲小妹，唔知伊即马过了无？但是我今日甲大家分享一件代志。上班学生上爱的就是圣诞节啦，啊热的呢，上讲的，唔知要安怎甲恁讲呢？安尼要安怎呢？啊，我想着，我晓讲，我用唱的就好啊。每个人都很喜欢圣诞佳节，每个人都期待这一天。不能倒来呢。每个人都很喜欢圣诞佳节。和朋友分享快乐喜悦，来吧，来到圣诞里，让大家知道这个好消息。来吧，来到圣诞里，今天就祝耶稣诞生活一刻。庆祝这个好消息，向世界传扬神的爱。耶稣诞生带给世人真平安，这是一生中最高的祝福。来吧，来到圣诞里，让大家知道这个好消息。来吧。来到圣诞里，今天就祝耶稣诞生多一分。大家起来！来吧，来到圣诞里，让大家知道这个好消息。来吧，来到圣诞里，今天就祝耶稣诞生多。今天就祝耶稣诞生多一分，我要传扬这个美好消息，一起来庆祝！真正是真久无看到大家啊！你哪会这么回来啦？恁看，这小弟小妹，大家愈大汉啊，水的愈水，缘投的愈来愈缘投，我真足欢喜的。好啦，甲你讲，我今日叫恁家就是要甲你讲，我有一个计划。你敢会记得哩？我细汉的时阵，拢是阿嬷咧甲我讲圣诞故事，对无？所以今年我决定讲，换阮来演圣诞故事，互咱的阿嬷看，你敢阿嬷咧？好，安尼好好准备哦。为阿嬷上安装的开明
来要拜这人类的救主耶稣。圣诞节是庆祝救主耶稣降生的节日。第二王用来百姓因为看见大光，上帝领领咱，请属伊的道亲性命耶稣来到这个世间，引导咱行学平安的道路。咱的心要尊主最大，既若是敬畏上帝的人，伊要灵灵因，伊到万世代，愿延光归乎咱至高的上帝。Maria,
生命，领我经过水火试炼，黑暗之中，如此亲近我的你。你是我的天父，你是我良友，生活在你的江山龙内。
圣诞福音。真欢迎咱大家今仔日沿暗，甲阮做伙来过一个圣诞节前夕。这是2000年来伫教会拢安尼遵守。这个故事是2000年前耶稣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变做阮德登教会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今仔日阮所有参与这个为着咱来演出的，无论是大人囡仔、上细汉的，其实是也未满4岁。这是阮的家庭的故事。对圣经2000年前的故事，变做阮活生生伫阮一生内底的故事。阮只有一句话，阮要甲各位朋友讲：欢迎恁甲阮做伙，天天都过圣诞节。因为圣诞节最重要，毋是只有12月25号，它是耶稣带来祝福，在每一天当中。祝福咱大家所有乡亲，新的一年信望爱。生活充满了信心，充满了盼望，充满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爱你们，欢迎您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谢谢。
面的场地，欢迎大家做参加吼。